大家好，我係啤啤，今日整合掌瓜炒蝦仁，一個快靚正嘅家常菜。我哋而家即開始啦。材料有合掌瓜1個、蝦仁2碗、蒜頭2瓣、蔥1棵。蝦仁先用水沖一沖，然後用水浸一陣解凍。蔥切段。合掌瓜如果嫩嘅，即係見表皮光滑，咁個皮都可以食埋；好嫩嘅唔會食到油渣。切開佢，切粒核出嚟唔要，再切薄片。如果比較老嘅合掌瓜就要刨皮，小心會有啲黏液跣手。戴手套或者用廚房紙捉實嚟到刨會好啲。蝦仁解凍之後，用1/4茶匙鹽、少少白胡椒粉撈一撈，落少少油喺個鑊度，落蔥白，煎香佢，然後落蝦仁。落埋啲蒜頭，用中大火煎10零秒，再炒一炒。當蝦仁煎到半熟就推埋一邊，落合掌瓜，放少少鹽喺合掌瓜嗰邊，轉大火炒幾下。落半茶匙嘅蠔油，炒20秒左右。冚一冚蓋，用細火煮半分鐘，然後轉大火炒返乾水分，再放埋啲蔥段。合掌瓜炒熟咁就做好㗎喇。咁樣嚟到炒合掌瓜，好脆好甜，加埋蝦仁嘅鮮，個味好夾，希望你哋都會鍾意。我哋每個星期都會出幾個唔同嘅家常菜食譜，未諗到想食咩好，煮咩好，可以隨時上嚟睇下。未訂閱嘅朋友，歡迎訂閱，撳鐘仔，多謝你哋嘅支持同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